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个台中省内的高中生继承着5亿的不动产，甲省下的迄个地政署助理登记结婚了后，2点钟就坠楼死亡。这个案件有未少的疑点，法医高大成怀疑死者可能防下毒，甚至无排除有共犯。早起律师甲高中生的妈妈到侦查庭，讲因提出着14项的证据，要请检方来调查是毋是谋财害命。另外有媒体来报道，讲这是省下的地政署助理家己讲的，讲2个人之所以会结婚，是因为高中生的爸爸生前有讲到，讲后生假先结婚，才就会当得到房地产，所以伊才协助着高中生登记结婚。也毋过有关这点，律师无来证实，高中生的妈妈嘛无愿意表示意见。省内高中生因老母甲委任律师早起来到台中地检署。加上有真侪质疑，因为今年一天法律高大成认为讲，这个高中生真有可能和人下毒，甚至不排除共犯。另外，风声讲省下地政署助理讲，会甲省内高中生结婚是因为赖教规定，相信结婚就先继承财产，不过律师无想要证实。好，那剩下的之后再说明。昨天那个他们，我快迟到了，剩下的再说明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即摆佫听讲，省内高中生因后被办丧事时，有甲学校请假，迄天雄雄好省下的地政署助理以处理房地产为借口，带离开现场。伊全咧无参加省内高中生所读学校校方发言人讲，所有过程拢互师生感觉真意外。在学校的表现部分都很正常，对，就没有什么特别不正常的状况。校方讲，这个省内高中生伊的成绩是班上的前5名，最近才透过翻新的计划考调东海大学的铁学系。有听讲伊拍算要去佚佗，一个听到伊雄雄过身的消息，师生拢真唔甘。代志发生后，校方嘛有打电话找因老母，不过对方拢无接电话，会继续保持联络，表示哀悼的意思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